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整理柳营火车站前的这个公共运输的转乘空间哈，那这是我们完成的第9个台铁火车站前的这个空间的改造。坐火车的这个市民朋友下车之后，如果要转乘公车，需要走路到500公尺外的这个大路上去做搭乘。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梳理呢，把火车站前的空间做出一个公车的回转的广场，以及设了2期的大客车停靠区，那方便这个乘客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来转乘公车。焕然一新，以前太落后了，现在规划这样很好啊。哎呀，下雨天就可以直接从这边走到火车站，就可以不用淋雨，然后也不用晒太阳，觉得蛮方便的。今年7月即将上路我们市境内的这个通勤月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包含台铁只要399的通勤月票呢，我想透过软硬体的这个提升，那我想对于市民朋友搭乘公共运输一定会更有吸引力。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其实柳营是我们大信营区的一个这个比较不大不小的区，但事实上这边的因为周边有柳营工业区，那也有一些机关学校，所以说通车的人还真的不少。往日由于下了火车之后通常要走一段路，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遮蔽？那所以说，碰到天候不好或下雨天的时候，往往大家都苦不堪言。这中间大概要走500公尺那所以说，我们不但把这个火车站周边的环境优化，也让民众通勤的这个路线更便利化。那周边不管是停车的空间或是停机车的空间，都加以优化，总共花了1688万。就感谢中央能够交通部能够支持经费，配合地方的这个自付款，那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更优化起来，那民众也都反应非常好。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台南市也发行这个境内399的通勤月票，能够花没有很多的钱，但是这个得到了这个交通服务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方式能够让通勤族更加方便，也让进出往来的使用铁路的民众也都更加方便。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4月27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对今年7月开始，以百户为前提，将补助65岁以上长辈免缴健保费。不过，议会定期会开头一天，议员关心今年只补助半当14亿，烦恼明年度28亿经费，减也会变劣，甚至质疑是选举考量。对此，市长黄伟哲明确表示，历来4档会执行，无应该开钱用来做老人健保福利。6天前，市长黄伟哲伫市政会议宣布，明年7月开始，65岁以上老人免缴健保费的重大政策。虽然这是议会无分哪力争取有成，不过27号定期大会一开议，就引起激烈讨论。议员蔡玉辉首先开炮，质疑当初议会决议就是无排付，市府并无尊重。议员罗坤福嘛批评补助已经慢12档，要求市长道歉。甚至有议员嘛认为是选举考量，烦恼会摆客明年预算，要求市长任内一定要变到底。到底咱议会决议，市长即摆要发我出去听，拍无啦。不过我几个质疑啦吼，现在我讲市长你水电会出问题，你出去讲90岁到99岁要发万字。100岁发2万，这就讲啦吼，市长你袂讲无啦吼。来，你选举讲这大傻逼，即摆来，你不就伫新年讲，你讲可能爱研究一下无吼，钱安怎无钱啦吼。我不知道市长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压力，立马在最短的时间，全面的让健保免付费，但是违背大会决议，
要排富，基本上来讲，黄市长你做什么都只做半套，你做什么都只取悦某一些特定的人。那排富的理由到底何在？市长，你们根本就为了选举，为什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呢，明年就是要选那个总统大选了，你们为了台南市这样子才来护老人健保，你都要讲的，28亿，你讲明年要编你的还了，你今晚是要办讲？啊，翔啊，你要不要跟台南市民承诺，在你在任的这4年，老人健保绝对你一定编到底？之前那个重阳敬老金、礼品及健保福利金等原则上不排富，但是健保福利金是希望台南市政府建立制度，请市府研究办理，使得动之。那我想现在那个台南市政府比照6都健保费有排富的话，这样也是他们在制度上建立的一个基准啊哈。面对议员的质疑加烦恼，市长中心绝对不是选举考量，明年度至少28亿预算才是挑战，不过答应年内一定会变好高。咱明年头讲，咱明年的挑战是明年，因为咱7月初开始，咱替百姓纳是纳14亿，但是明年开始就全年度28亿，所以明年度的预算要编是足歹编，因为咱要搁另外搁倾14亿出来，迄是对咱来讲有一个债务负担。啊，钱就是安尼啊尔，你要这边健保费加纳过，迄边其他的所在，包括咱家己的这个什么其他的开销，咱来减过，大概原因是安尼。那阵这个钱也毋是伫咱的我的纳地啊摕出来，这是咱百姓的血汗来做。为了国民党籍议员手提祝贺台南市长辈免缴健保费的变纳，不过到底是恭喜也是口舌，市民自我公断。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在1983年苏兰成做市长的时，第二线溪顶坎怪大台南观光城，因为目前市府所做的结构安全有顾虑，所以拍算拆除，规划做绿川廊道。于是观光城主治会不满该案，冲击现有172摊商的生活。27号前往议会顶前要求停止，会中这位议员嘛强烈来声明，要求市府负起责任。有40栋历史的大台南观光城，因为市府鉴定有安全顾虑，所以打算拆除南区新兴路延伸到中华西路之间800公尺商店。根据了解，虽然观光城对原本204个商店较大，只剩170个，不过因以4当前家己开钱委托技术工会评估，建不是安全为理由，坚决反对。要求市府补强活化，照顾民生。27号主治会嘛带队前来议会顶前，同时透过议员来声明。诉求就是讲，你原地搁互阮继续做，啊无你就是讲，啊你认为讲安全有问题，阮也叫人来鉴定无问题，吼。啊你若认为有问题，你会当补强啊。无可能讲袂当补强嘛！啊，原底这条水沟是臭水沟，当然是苏南成的手，是为着要美化环境，而且搁再要扫除路边摊，甲阮赶入去。啊，阮用钱买，啊，你即马本末倒置，要搁甲乌起来，爱搁开偌济钱，你知无？你会当将遐钱来甲阮征收，来甲阮辅导，毋是足好吗？吼，是安尼一直要甲阮赶，啊，逐个拢，阮这会搁直接做的人是逐个拢艰苦人，当迄40当前一间厝拢几百万的。你想讲迄阵咱会当买2楼3透天的呢？啊，即摆甲阮怪来遐做，即摆要甲阮赶走，你看安尼情何以堪啊？今天如果说我们整个检视之后安全无虑，我们应该要让市政府应该让这个观光城那个风华再现，让它更好。我愿意啊。但是如果它是有安全疑虑，你们要讲清楚说明白，这个是我们正在考量的安全问题。所以你们要讲清楚说明白。我想所有的摊商，他为了他们的生计，我们都愿意支持他。但是如果是危险性的建筑物、危险性的箱涵，随时可能塌陷，
那我们市政府就要负全责。如果今天我们提供的一个场域，它是有危险的，它是有安全上的疑虑的，那我想这些摊商在上面，他在做生意，我想他也是不得安心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市政府，尤其是经发局、尤其是市场处，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方面应该要更多的沟通。原本市府预定开6摆说明会以后，展开摊商搬迁安置加建物的拆除，不过因为地方反弹，目前说明会拢暂缓。市长表示，希望多方面讨论以后，找出上好的方案。第一个包括地区的发展，第二个包括这个用地的是不是合法，第三包括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安全应该摆第一位，我们都会周详考量。那毕竟这个事情已经经过4年了，那4年来，由于这个我们那时候有讲说，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上任，那时候讲说在我任内没有要执行，因为法院诉讼，法院判定要强制拆除了，我们只是还没有申请去执行。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在全盘来考量。市长苏南成时代骄傲的建设高大，卡伫结构安全的顾虑、有水整治的环境、甲摊商的性格等问题，只有交予市府团队用智慧来沟通处理。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27号办理母亲节感恩表扬，今年总共选出12位模范母亲，由区长李黄新致敬编纳加礼品。北区里长联谊会嘛由吴文忠会长代表致敬礼物，感谢母亲的辛劳。北区今年模范母亲表扬，总共有12位伟大妈妈入选。这妈妈除了是对家庭辛苦付出，同时也是辛苦力事务。为后辈做榜样，真侪家属知影妈妈得到这项殊荣，特别为各地冠定的管理，向伊表达心中的感谢。在妈妈心里，我们都是小孩，然后就是每天嘘寒问暖的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真的很谢谢妈妈。妈妈，我们爱你。我妈妈比我更像我孩子的妈妈，照顾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那我想跟他们说，谢谢妈妈。谢谢啊！常常要帮我们做事情，怎么不退休呢？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一直以来帮忙我做生意。因为我爸比较早就不在，所以就都是我妈一个人抚养我们。对，那我哥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那现在在社会上也是工作的非常的，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成就。那当然了，今天非常感谢这区公所能够办这个活动。住伫咧立行里的师承阿美女士，因为翁婿真少年就过身，因此爱一个人担起家庭的重担。现在每一位子女拢真有成就，也互伊感觉到真欣慰。我拢无读册啊，我拢捌字呢。较早讲带囡仔敢最辛苦，你？系啊，带囡仔辛苦，即摆结婚，就生囡仔，就带囡仔。表扬到咱区内12位模范母亲，这12位模范母亲呢，拢伫咧咱的里内扮演着一个好妈妈的角色，嘛是一个典范。伫咧遮念咪，咱就要母亲节趁着今仔日这个好日子来向咱这12位获得咱区级表扬的模范母亲来甲恭喜嘛真感谢着厝里的大大小小陪同伊做伙来伫这个母亲节伟大日子嘛趁今仔日来祝福着咱全天下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年受到北区公所表扬的12位模范母亲的名单为：立行里的师承阿美、傣和里郑慧珍、傣红里张淑来寿、林爱丽陈之莹、静甲里陈水莹、李林里蔡玉梅、和行里卢许秀美、中行里陈春晴、中兴里林薛清日、静行里林吴月晴、华德里黄丽景、福德里王美华等。表扬这天，立委陈廷辉、议员柯志春以及这位议员服务处的代表，拢前来观礼祝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有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的德国 IF 设计奖，在全球文化类的参赛单位当中，台湾总共得到14个奖项。其中，咱台南市以空山节、亚石头纪念馆、龙田车车园区、甲台湾文学馆摕下4项设计奖，所谓是全国第一。德国 IF 设计奖第2前公布成绩，在文化展览类9项当中，台南市文化局就包办3项，分别是空山节、亚石头纪念馆以及龙田车车园区。这3个作品其实会得奖，反映了一个台南市文化局在整个这种区域的文化治理它如何有效的去彰显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特色然后透过一些设计的手法，既让在地的文化的纹理可以被彰显，然后也跟也能够吸引很多对文化有兴趣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关心台南的文化。龙徛光节空山节以好兴沙公园为基地，展出由艺术家甲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共创的装置艺术作品。每一档举办拢吸引侪人潮，毋但带动地方发展，也偷偷行出属于家己的艺文创新之路。亚石头文化纪念馆的文化空间，是予人感觉舒适、放松甲充满灵感的文化场所。龙田车车园区将仓库转为活动教育场域，结合实体教育理念，透过游戏活动方式，让大家去西西高山头水库甲嘉南大圳。各3个作品各自在比如说龙旗呀，然后当然有在，比如夜市文馆就在我们比如说旧有的府城区内，它其实是分散在各地的。那这整个其实都反映了一个我们对于整个台南文化的发展的一种比较适应台南文化的这种多元性然后地域的那种广域性啊等等，其实是一起考虑的那所以其实3个不同的这种设计的策略，其实我觉得最后都发展出了一个蛮有效的设计沟通，因为其实设计就是要做有效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是我自己所理解德国 IF 设计奖为什么最后让这3个作品得到肯定。另外，得奖的还有台湾文学馆的台湾动物文学特展，为艺术设计到神奇的科技装置，佮加上亲切的文学内涵，吸引侪人前往朝圣。文化局表示，除了空山节已经结束，其他3项展览也搁伫咧进行当中，欢迎民众来到台南感受无同的文化风味。台南新闻杨尚怀综合报道。立德农会所办理的小农市集，今年第2场特别就伫4月27登场。这摆总共邀请8位在地青农社达，推出因所有一个农产以外，农会嘛办理食农教育、往来推广等活动，来帮助农民行销，农民相当热烈。林德区农会每当拢会办理一场小农市集，将林德在地有机农产推广给寡侪市民大众认识。这次特别就邀请到地瓜妈妈、川家味、新世纪有机农场、如意无毒农场、曙光香草园、致放牧鸡蛋、桃妈菜园、林家果园这8间在地农民伫现场等收。你感觉这的产品袂啊？感觉好啊，用很好啊，鲜啊，水啊，按需要啊，系啊。介绍还好，配合我们每年度的活动能够呢让这个农民呢他们有固定的行销的管道。那在我们农会这边呢，就是每年我们会不定期的办理这个行销的活动。现场除了有新鲜好食农特产通好买，这次活动更结合食农教育，协助往来行销，以及甲副中心兰花义卖，和这场小农市集更加有意义。最近我们凤梨盛产，所以我们接到农委会的指示我们要来推销凤梨。今天我们又加了一个我们的食农教育的凤梨推，今天来推销我们行销我们的凤梨我们今天有一个促销的活动，就是买2送1。所以我们今天是开场，刚好是搭到我们的市集。那我们会在5月13号
会在我们的村里再办一个食农教育的凤梨的活动，到时候也欢迎各位来莅临参加。这次小农市集，林德古农会嘛有邀请曙光农场伫现场教导民众制作桑葚果酱，为满满的零条就会当看出活动举办热门甲成功。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市政府因为推动智慧化交通管理，尤其是路边停车的智慧化有成，所以26号澎湖县长带队前来台南参访，市长嘛亲自针对智慧交通等建设的成功经验来分享交流。全台22县市的智慧城市调查当中，因为台南整体智慧化的满意度大幅度领先其他县市，所以嘛请澎湖县长带队前来台南，针对智慧停车自动化管理来取经。会中交通局长针对扩建智慧停车条、智慧交通控制等系统来做相关说明。市长吴伟天嘛强调，台南并智慧化加自动化就是一举数得。有4000个停车柱，将来还会陆续扩充，那这个希望说将来人力的节省、停车效率的提高、意外的减少，还有效益的提高，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智慧停车充电装置第2代的，第1代我们就是可以方便你停车这样很方便。停完车要走了，然后又有卡或一卡通这样比一下，就当纳钱，就免搁烦恼其他的部分困扰。会中市长吴伟天嘛感谢澎湖县政府甲议会团队对台南智慧交通的肯定，透露来参访嘛期待彼此会当更加精进，继续为优质人本的交通运输环境努力。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由台湾设计研究院所主办的校园美感设计计划，对108年到今，台南市各中小总共入选5间示范学校，一间学校有200万的预算，要来改造餐厅、地下室以及图书馆等空间，将美感的教育用入生活当中。学校的环境旧过摆不要紧，互咱来大改造。根据统计，台南市273间市立中小学当中，8年落后就高达104间。台南市为108年开始，透过教育部校园美感设计实践计划，协助学校进行空间改造。整个教育部推动整个校园美学的计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改善我们整个学校原本的环境，让它走向一个美感的环境。这也是108课纲强调美学素养重要的点。我们台南市从108年到现在，一共有5个学校获得教育部整个学美美学的计划。入选的5间示范学校分别是后壁区的新东国小、南区新生国小、东区胜利国小以及西港国中甲善华国中。一间学校只会当用200万的预算，将校园空间进行改造美化。那我们新东国小的改造案的重点是在餐厅，我们是台南市的第1所改造的学校在当年度呢，全台湾只有9所学校。那我们改造的重点就是把一个老旧的、很有历史感的餐厅呢，改造成一个北欧风格像 IKEA 的一个空间。那过去只能做餐厅使用，那我们改造之后，它变成一个多元的空间，可以进行我们的校订稻米课程的米食制作，那也可以让学生在里面做客服，那也可以作为社区跟学校老师的一个会议的场所，它变成一个多功能的场域。透过美感变身工程，成功翻转校园，让囡仔真实感受到美感。期盼校园改造行动拓展到每一间学校，将美感教育落实到生活当中。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